信心的語言，以弗所書4章20節。但是你們從基督所學的卻不是這樣。聖經中呢一節嘅經文實在需要被一再去強調嘅，幫助我哋不斷咁記得基督徒群體理當係另類嘅社群。正如以弗所書4章17至18節嗰度所講，我哋所實踐嘅生活同世人嘅生活方式截然不同。呢個世界過住遠離神嘅生活，毫無疑問呢個係極大嘅反差，因為我哋已經立志要學得似基督啦，並且要持續咁依照佢嘅方式去被塑造。假如信心係要被教導同埋操練嘅一種語言，咁樣我哋唔係靠說明解釋嚟傳播嘅，而係要俾新嚟嘅人沉浸喺其中。學習者自己要委身於信心，並且要操練信心。可以想像一下小孩子係點樣學會一種語言嘅，就係經由聆聽同埋模仿啦。同樣地，幫助我哋嘅鄰舍認識基督嘅方法，就係活出基督復活嘅生命，以至於佢哋可以了解基督點樣令人唔同，並且亦都想要加入有基督同在嘅生活。教會成員發現佢哋喺世上冇影響力，冇辦法邀請鄰居進入信仰之中，係因為基督徒通常都冇活出信仰。旁觀者似乎唔會話你哋基督徒對時間有好好嘅觀念同埋態度，我可以由你哋去守安息日睇得出嚟。佢哋亦都唔會話你哋基督徒有好好嘅金錢觀，你哋咁慷慨，唔似一般嘅世人咁樣去爭去搶，或者話令我好驚訝嘅係基督徒從來都唔玩權力遊戲。但係佢哋係會看在眼裏嘅，神嘅愛透過我哋發出，既透過我哋所講嘅語言，亦都透過我哋活出嘅生活方式，我哋嘅習慣、實踐同埋習性，透露出我哋係咪真係喺度學習緊基督，係咪俾三一神嘅恩典成為信心嘅後盾。我哋要俾聖靈運用聖經、信仰群體同埋喺我哋裏面復活嘅基督，以傳統操練同埋語言嚟訓練我哋。正係透過呢啲嘅方法，神吸引呢個世界嚟靠近佢。聖靈啊，請幫助我哋活出所學嘅，俾生命成為一個邀請，歡迎人進來認識基督。阿門。